最近呢，就關於希拉里、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嘅故仔呢，又開始多人講返。好多人一直以為希拉里當年最大嘅麻煩係嗰部私人電郵伺服器，但如果你將時間撥返去2016年，你會發現喺聯邦調查局 FBI 內部，真正令班特工感到坐立不安嘅，從來都唔係電郵，而係錢，係嚟自外國嘅錢，係透過所謂慈善基金會流動，甚至足以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嘅巨額資金。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條幾乎被強行卡斷嘅調查線索。呢個行動有個好有畫面感嘅代號，叫做地基裂痕 （Foundation Cracks）。呢個故事嘅核心人物唔係普通捐款人，而係一個主流媒體好少提嘅名 San Singh Chadwar。佢唔係邊緣人，佢係克林頓家族嘅長期老友，做過基金會理事，甚至喺2008年希拉里選總統之前擔任佢考察委員會嘅主席。簡單嚟講，佢係一個可以直接進入克林頓核心圈子嘅人。FBI 手上邊有一段合法錄音，入邊談論嘅內容非常敏感。希拉里喺錄音入邊明確話俾查特瓦爾聽，唔好再直接捐錢俾佢嘅競選活動，但佢暗示可以捐去克林頓基金會。各位聽眾，你要明白，如果競選債務係透過慈善捐款嚟填補，咁呢啲仲算唔算係慈善呢？ FBI 特工當時就係想查清楚呢啲錢係咪被用嚟償還個人債務或者競選開支。嗱，講到查特瓦爾呢個人嘅背景都幾精彩啊！佢曾經承認透過稻草人捐款，即係揾人代捐嘅方式提供虛假資金。佢仲同 FBI 嘅線人講過一句好耐人尋味嘅話，佢話呢啲錢係買路錢，係打入系統嘅唯一途徑。而佢買到啲咩呢？最典型嘅例子就係2008年嘅美印核能協議。呢份協議當時爭議極大，因為佢變相削弱咗對核擴散嘅限制。查特瓦爾自爆，連佢好朋友希拉里本來都唔贊成呢份協議，但喺佢自掏腰包用咗幾百萬美金游說，整咗一套方案之後，希拉里就轉咗態支持。但係最令人心寒嘅地方喺邊度？係權力嘅干預。當時 FBI 紐約分局嘅特工已經準備好晒成套問題，想喺2016年7月嗰場被稱為年終考試嘅正式詢問入邊，當面問希拉里關於外國捐款同秘密資金通道嘅事。但係結果係點？華盛頓總部下達咗暫停指令，總部強行將電郵調查同基金會調查割裂開嚟，特工被禁止問任何一個關於基金會或者外國金主嘅問題。一個字都唔准問。有 FBI 特工喺幾年後仲係好沮喪咁話，佢哋當時好想查，但係總部就係唔俾。佢哋發現，即使希拉里當年應承咗奧巴馬政府會限制外國捐款，但克林頓基金會依然繼續收錢，甚至出現咗一啲完全冇財務披露嘅組織，例如 CGSGI 嚟接收資金。所以當我哋今日回望2016年，公眾被告知嘅只係電郵處理不當嘅爭議，但喺執法機構內部真正被埋沒嘅係關於金錢、外交同權力嘅真相。就好似呢個調查嘅代號一樣，地基已經出現咗裂痕，但有人選擇將佢掩蓋，唔准任何人去追問。歷史係冇如果嘅。如果當年呢啲問題被問出口，如果嗰場調查冇被人工中斷，美國嘅政治走向會唔會同今日完全唔同呢？呢個問題留返俾大家去思考。